我要时时学乐摇花，学乐伊的话常常伫我的嘴。我的心情要因为摇花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起也要欢喜。你甲我着学乐摇花最大，三角尊伊的名最悬。现诗第二首，请起恁来吟全首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尊严大主宰，看着秋花最下落向这尊名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求你的对高海。信仰告白，上帝10条诫，第一诫。第二诫。无上，无论天顶、地上、甲地水内所为物，拢毋通做伊的像，毋通敬拜伊，也毋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断断无容允。用别个上帝匹配我，我奉我的，我追求伊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、4代，听我守我诫命的，我施恩伊直到千代。第三诫，毋通滥善请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滥善请伊的名的，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。第四诫。着纪日红休日，随之做成，6日内应该着活，做你一切工，到第7日，就是用耶和华你上帝来受的红休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真丝，以及带伫你中间的出外人，一切工拢毋通做，因为6日内。耶和华创造天地海，甲中国万物，第7日就休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伫红休日，设立伊做成。第5诫，着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和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上帝
所小事你会对得到苦长。第6届，毋通害死人。第7届，毋通加奸淫。第8届，毋通偷窃。第9届，毋通做假干净，妨害你的厝边。第10届，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，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。萝卜、女以及你厝边一切所有的。请坐。齐应文启文第9篇，地甲地树的万米，拢属上主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。遐人会当就上主的山。就是手清气，心纯洁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这款人追求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坐下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坐下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坐下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坐下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全能的爸上帝，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子来到世间，救赎世间人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愿意行这条受苦的路，拯救阮这受咒诅的人，脱离罪恶加死亡。你救赎阮，毋是用金钱，是用你的宝血，甲你的死。阮感谢你，你赢过死亡，对死过活，互阮穿罪义。求主赐阮过活的气力，互阮毋是为家己活，是为主来活。主啊，伫阮互这世界黑暗的日坎的时，罪恶缭乱的时，求主来扶持阮，引带阮行义的路。主的光引带阮行永远的路，叫阮坚信祈祷，努力做主的工，互阮伫主过来的时准备好，欢喜来记主。这是阮伫遮组织伫遮做礼拜，求主甲阮支持，突去阮心内忧伤、忧愁，下你的平安赐予每一个人，赐予阮，拍开阮的心来领受主的话，因为你的话是阮的活命，是阮的恩望。求主帮助，听阮的祈祷，感恩祈求是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抗力团去赞美。
感谢抗力团契用这么美妙的声音来赞美上帝。恭秀上帝话，圣经罗马书6章3到4节，还有一节是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。罗马书6章3到4节，我们一起念。敢唔知，那上细个人，耶稣的来历史，该当埋葬。要互人安尼遐伫外面的生款，我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世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感谢今天蔡牧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基督徒的本色。也这平安，来到咱后埔，我感觉真亲切。虽然我毋捌来过，因为差不多还没有捷运的时代，我在板桥教会服侍，所以我们忍受了盖捷运的辛苦，你们享受了做捷运，还有后站这些新的繁荣所以代表板桥教会跟大家说谢谢。这样，我不是代表，我是对兰州教会。兰州教会在哪里？彰化、屏东像过来，甘肃省啦。甘肃省的首都是兰州嘛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在北投教会的时阵，有人讲：“哎，牧师，北投的下面就是南投嘛，很近就是圣经讲，主你应该知影，你都唔知。你当知道，你都不知道；你该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那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们有没有爱餐？等一下，没有，还好，你没有只知道吃饭。代表台南新爱伫咱的中间，甲咱来分享新南医咱真认捌总是每一年拢甲你讲欠偌济钱对无？你会记袂？袂记的袂记莫讲所以今仔日我嘛袂甲恁讲咱欠偌济钱。总是咱对咱今仔日经济，特别是咱这个题目“基督徒本色”。我知影伫差不多伫以早讲是这个台北县。以早讲台北县，即马讲新北市。以早讲台北县的时阵，拢是对南部起来的人较侪对无？南部起来拍拼然后伫即个所在，本来寄卡尾伫即个所在买厝开始定居。总是安尼来讲的时阵，咱就对无共款所在来，咱中间有大部分人是对倒来，故乡是倒位？下港南部啦拄仔人讲屏东对无？有汉人无？有汉人无？你汉人咱汉人够像。基督徒本色这个词我是用客家本色这首曲子把它改过来，你有听过无？安怎想？我唔知。唐牧师同山过台湾，莫半点钱，3万大票港上港天，老乡早知几十年，不是埋怨。我毋是客人，是的。当然迄毋是客人讲客话怪怪，客家本色。牧师，我们要唱什么曲子？客家本色。客家本色，在讲我们客家人
本色是什么意思？本来的精神，最原始、最原始，我们的特色啦。客家人的特色是什么？硬强精神呐、硬强就是，意志力很坚强，不是那个颔棍啊、筋硬讲那种，要中风那种。硬强精神，过来咧，勤俭。换过来讲，然后我来问，咱中间拄仔讲有客人，咱中间有第一代基督徒无？有，感谢主。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有，第四代，后壁，第五代，第八道代一代清，二代明，三代你请我无用，四代五常满厝经。第五代甲上帝做对敌，第六代还未出世，唔知要安怎定罪。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特色是什么？你第一代、你第二代，不管你第几代，总是有人问你讲：你若是基督徒，你的特色是什么？基督徒的特色是什么？怎么回答？咱今仔看到各位学习主的听，咱伫头一节经文，咱用到即个罗马书；第二节的经文，咱讲到约翰福音，耶稣讲：我予你一个新的诫命，就是恁着爱彼此相疼，恁着爱疼厝边，亲像家己。今仔日金句讲什么？金句讲什么？你们好像第一次来的嘞。金句讲什么？无你欠人什么，只有相疼，也是欠人。因为疼人的有尽律法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爱这件事情要常以为亏欠。对疼人这件疼心这件代志，我袂当欠人什么。我啥物拢袂当欠人任何，总是上帝甲咱讲，咱着爱伫疼的即项代志，爱定定想讲，我欠你一个，我为着你去做啥物？无毋对，这是咱伫教会出入，定定入来教会，就讲着教会有疼心，对无？教会是有疼心的所在，你同意无？你们教会有疼心，感谢主。好，因为这个我确定，因为今仔有啥物成就，拢归功于仁爱教会。因为我以前捌伫咱曾牧师甲林牧师下面实习，对我伫做新来生的时阵，就啥，好，咱免讲，要迄个过去的代志，总是咱咧讲疼心，教会有疼心，然后咧，咱讲长老教会有疼心对无？真耶稣教会嘛有疼心嘛？有无？你要去真耶稣教会做礼拜无？是安怎？我若今日问个你拢袂晓讲啊？你要去真耶稣教会做礼拜无？是安怎无爱？是安怎你无爱去真耶稣教会？咱讲台语。我跟你讲哦，等一下我讲一讲，我会变中文哦。我讲中文，你不要跑出去呢。听无华语的，请你举手。没有吗？没有就可以用华语讲，对不对？我会晓用台语啦，哈哈。真耶稣教会因为无讲台语，因为伊敬拜方式无共款。敬拜方式无共款，也是讲台语，这敢是真正重要。你去菜市啊，迄个人一直甲你讲，我这真的，我这真的，表示迄是物件啥？假。真耶稣教会毋是因为伊讲台语，毋是敬拜方式无共款，乃是对上帝解说无共款。
伊对耶稣基督的身份解释无共款，伊违背着该个种了后所信仰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毋是讲伊是信耶稣教会，所以咱毋是讲伊讲台语，伊无讲台语，这个拢是啥物？这台语、华语、英语，这是啥物？次要的还是重要的？次要的，不要把次要的当作重要的。如果你把重要的当作次要的，叫做什么？你把重要的当作无重要的，那叫做什么？怠惰，对不对？你把次要的当作重要的，那是什么？糊涂啊！所以咱来到教会，咱来到上帝面，到底上重要的物件是啥物？上重要的物件是啥物？传福音，啥物是福音？我毋知影啥物是福音，所以我生一个囝，叫福音就好啊。我今日来后埔教会做礼拜，你知影上重要代志是啥物？你知无？车要停喺倒啦。我们生活上很多事情，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，我们就会去在乎那些次要的东西。可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上重要观念想法是啥物？咱拄仔咧讲三听，信耶稣教会你要去无？你无爱去，我搁讲了你就掠讲啊，毋是掠讲，你会感觉我哪会安尼？主祭你要去无？实际你要不要去？因为他也爱人啊，他也爱人啊，为什么你不去？啊？他哪有拜偶像？实际哪有拜偶像？实际也说爱心啊。然后恁长老教会哦，就感觉讲，喂，实际做就大个，咱输人唔输阵啊，就伫遐艰苦做。圣经讲了一句话：上帝不会因为食物看重你，上帝袂因为你做什么，伊看重你。上帝袂因为咱做什么，那安尼的时阵，咱今仔拢袂当离开，你知无？是安怎？假使若上帝看重你做什么，咱拢袂当离开，是安怎？因为耶稣什么时阵要来，你拢唔知影。万一耶稣若来的时阵，看我伫迄个所在拍阮囝，我们就袂当上天堂。耶稣唔知什么时阵要来，伊随时会来袂？所以咱拢唔通走哦。耶稣来的时阵，咱就爱伫遮。哦，恁遮的人，恁遮后埔遮真赞，拢咧等我来，拢咧看圣经，拢咧做礼拜。安尼，上帝欢喜对吧？请谨慎回答我的问题。上帝敢看你做啥物？有一天，一个囡仔坐恁老爸的迄个脚头，爸，我买一部保时捷送给你。你高不高兴？你儿子要买一部保时捷送给你，你高兴吗？高兴。然后等一下你就收到账单了。天父上帝，伫咱所做什么代志，毋是对上帝遐来。你要做的疼心，你要做的这行为，拢是对上帝遐来，敢毋是？你讲我要做啥物，互上帝欢喜？好亲像即个要送保时捷，互因老爸即个囡仔共款。拄仔咱咧讲，任性时爱大声对无？免哪大声，免哪大声，举麦去哦。免哪大声。所以，长老不见了。啊？哦，柱子挡住了。恁拢无互伊面子，叫恁大声大声大声，恁拢无爱大声大声大声，对无？恁谁若无爱大声？是安怎？啊？毋知影？
但是你唱圣诗袂大声啊，你唱迄个世俗的歌拢足大声啊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比别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唱这个歌拢真大声？为什么你吟圣诗拢真细声？为什么你袂晓祈祷？来叫你祈祷，来，你祈祷，某物哪里祈祷？卖祈祷，叫牧师祈祷，叫长老。毋是无信心。第五代祈祷徒，你会晓祈祷袂？我嘛是第五代。咱拄着一个人，你要甲伊讲什么话？你要甲伊讲什么话？真重的是啥物？你对伊爱有认捌。你对伊若有认捌，你就知影要甲伊讲什么话。祈祷是毋是甲上帝讲话？你想要袂晓甲上帝讲话，是因为你无认捌上帝。这是咱总会应该注重的代志。咱长老教会有偌侪人真正认捌上帝？第五届是啥物？好，3秒钟，不录取了。主祷文上尾一句是啥物？莫讲阿门。咱即马在讲的是无需要的代志，因为我嘛是长老教会出世，我嘛是长老教会大汉的。总是看到咱长老教会真正的问题是出伫咱对上帝无认捌啊。第一代、第二代，迄对上帝迄个印象，到底上帝甲你的关系是啥物？无清无楚，无清无楚，咱就想讲来教会都是只有彼此相听尔。咱伫外口，人就看到你是基督徒。我毋知你有人甲你问过即个问题无？若无问过即个问题，你也检讨。讲拄着你就讲每一个宗教拢劝人做好，对无？过来咧，过来咧，你甘愿无？你安尼，你甘落去，你甘愿无？你家己甘愿无？甘愿你举手，毋甘愿举手。无举手就举手，不然到底怎样？咱明明知影，敢若毋是安尼对无？但是佫是安尼对无？到底是要安怎？我跟你讲，足简单，打电话给牧师，牧师即期互你回答。你勇敢甲伊讲，对，无毋对，宗教拢叫人做好。但是，好的标准对倒来？创造天地耶和华，水的标准对倒来？对上帝来。这样子，你是不是把球丢回去给他？你又扳回一城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在那边我丢了就唔甘愿呢，敢毋是？主者在做这好的、疼心的代志，咱知影。因为疼心的源头是出伫家己，疼心的标准嘛是出伫家己，所以咱领受上帝恩典，一般的恩典，才会日常所需要的。咱搁较领受救赎的恩典。为什么你们唱歌不会大声？为什么？第一场。圣经里面有讲到，也没有明写，但是第一场音乐会在哪里？哇，又问倒了，对不起。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对吧？这咱就知影。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然后发生什么事？过红海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还是咱出埃及？谁出埃及？
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对不对？还是我们出埃及？是谁出埃及？圣经里面在讲的以色列人是谁？是我们啊。头先莫讲，对出来开始讲。哦，羊嘛食了啊，开始行，行3天了咧，无水对无？无水了后，因做什么代志？无水了，因做什么代志？养水哦。恁助理的老师像。无水，头前红海，后壁有追兵，然后阁无水。那你拢安怎做？这件事情是最不会做的。这种标准答案不要呼口号这边挂在嘴巴上。因为有祈祷无？因有祈祷无？以色列百姓有祈祷无？头前拄着红海，后壁有追兵，要死啊！摩西啊！但你是头壳问题呢？要么你叫我们去海葬，要么你叫我们在土葬。海葬，对不对？追到海里面就海葬了嘛。啊，你不跑，马上追兵来了，你就土葬了啊。出埃及是谁？薪水没有涨，物价一直涨，你都做什么？祷告哦。像讲到大声的，刚刚不是就这样吗？摩西啊，你是向阮伫遮无头带呢？阮出来够，阮伫埃及够有肉通好食，来遮你看，啥物拢无。摩西讲：你忍耐忍耐，10年后就有捷运了，是这样吗？所以一个人的灵性，对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当伊拄着艰难的时阵，就会了看见一个人的灵性的程度、灵命的品质。以色列百姓走到这个地方，遇到困难了，你就看到他们灵性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灵性只有这样，他们属灵生命的品质、属灵生命的品质就是安尼啦。当然，祈祷是倚靠上帝，但是因有哦，埋怨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埋怨，我们呢也是埋怨嘛。所以读圣经不是为了别人读的，咱来进入迄个圣经内面。假使我若是因的时阵，我的感受是啥物？咱来想一个真趣味的问题。假使咱之前是出埃及的，碰到这样的情形，你想我们答案放在心里啊，可能某一个人会跑回去，对不对？圣经没有写啊，可是你觉得会不会有人跑回去？会嘛？可能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不要怀疑啊！我就是软弱嘛，我可能我就会走转去啊。莫想讲啊，迄是因的代志，咱读圣经是读入去咱的代志。另外一个简单的例，当彼得3摆无认耶稣，对无？迄是彼得，是你？迄是你也是彼得？你几摆无认耶稣？几摆？2摆，哪年哦？2摆哪年哦？彼得3摆无认主，迄伊毋是代表迄个彼，迄代表咱随时是咱的本性，咱无愿意认耶稣基督啊。你讲认耶稣基督是喙讲。但是认耶稣基督了后，你所行大就爱亲像你所领受这款的救恩的身份，通比拼啊！迄个时阵你可能爱受迫害，迄个时阵可能你就爱忍耐，迄个时阵可能你就爱有真大牺牲。你愿意吗？我们只希望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不要耶稣做我们的主啊！主是什么？我不是讲恁是狗。但是用这个比如是真对，真下伫这个
耶稣，咱上帝人，咱就是敢若一只有主人的狗。有主人的狗，你无所甲牵，伊走伫头前，伊照自信迄个所在走。但是伊知影后壁伊主人伫后壁，伊会回头来看，看一个，但是伊阁真有自信，知影主人要去倒，对无？但是你若看迄个无主人的狗，伫外面咧流浪，这狗头犁犁尾夹夹，你要去遐挖，伊会甲你夹，敢毋是？所以咱基督徒是毋是徛伫即个世间，行到一个世间？我是显明我是有上帝的人。迄只有上帝的狗，有主人的狗，行，拄着一只足歹的狗，要甲合，会惊袂？会惊袂？袂嘛？你会惊袂？不要回答得太早。我们都是软弱的。基督徒本色很重要，要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是软弱。我啥物拢袂当做，好亲像这以色列人，因拄着啥物？歹势，拄啊彼得讲一半对无？讲了，你回去看马可福音。当彼得3次不认主之后，如果你是彼得，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你会怎样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对3次不认主的彼得，他的人生过得下去吗？我们就是那个彼得，不是吗？所以马可福音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，虽然已经过了复活节，就是耶稣基督伫迄个墓仔内面搁活，然后遐妇女去看找无对无？有一个少年人白衫的，讲你要找，你想哪伫活人4人中找活人？伊已经无伫遮，伊已经搁活对无？没，只有马可福音写到，你们赶快去告诉他的学生。后面还有一个汉蔡宗荣，那个彼得就是我。我们在上帝面前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走在埃及，走在旷野，行伫迄个无五望的所在，咱伫做路咧，咱伫去互做捆绑，咱甲上帝袂当有好的关系。毋是讲恁遮以色列百姓真好，10条街你拢会晓背，我甲恁救，有无？是这样吗？是安尼无？变过来对无？上帝主动甲你救，然后佫有一个叫上帝救的人，佫无爱咧，我甘愿转来埃及。你看，多悖逆上帝！以色列民族是属猫的，他们不会游泳。你当我在开玩笑？你看，非利士人从海上来，整个巴勒斯坦的左边地中海，右边旷野，敌人不会从旷野来，会从海上来。所以海对以色列来讲就是死路。约翰福音讲加利利海叫什么？死海，无底坑。所以神让因定定伫加利利海的时候，会拄到这个风影，因为因对海是真惊吓，所以因无爱海。所以你有看过以色列人有海军吗？现在的以色列有海军吗？也没有啊。所以等于今日旷野头前无路，后壁对面死路一条。对咱来讲足简单啊，红海会开对无？你烦恼啥？你会烦恼袂？你会烦恼袂？你还袂行到位的时候，你会烦恼袂？会啊。所以我说读圣经不是读别人的事情，是读自己的事情。你有没有遇到这些灾难、困苦的事情？也有啊，但是那个层次，出埃及的层次更深啊，因为他们等一下进红海是要进去洗礼的。咱罗马书讲的，五标迄个系列，
进入耶稣基督的死呀。所以当过程不讲，所有人都进去红海的时候，圣经写说，他们走在里面，如同走在干地啦。你圣经那跟我无共款。好田就行伫担地，那你咧？你用行用走的？你会用行用走的？用飞啦，走干那飞？这是出埃及过红海是谁的事？我们的事啊，不是他们啊。当咱进入迄情景的时阵，卖传有些卡通里面喂什么出埃及王子，走在红海里面，还跟海边打招呼，还原来跟你唱歌跳来跳去的，欺骗社会，蒙骗国家，对吧？啊，基督徒看遐欢喜啊！行伫红海内底，好惨就行伫担堆，第一个担堆，海要担有可能无？真困难。然后这水无覆落来，有可能无？因为你已经看到结果了，不要都看到结果，都说什么事情都可能啦。当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看过这种事？没有看过这种事，没有看过这种事，你敢走下去吗？我来问你啊，你敢行落去无？你有退路可能咱边仔避起嘛，会使袂？所以因拢落去，然后行到上尾，上尾一个人卡船，上尾人起来时，水船合起来，然后合起来了后，因就看到遐个马、遐个战车船浮起来。这个时阵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带因伫迄个所在唱歌学罗上帝，吟都是首。加在，加在，加在，全能的上帝，只有你才会当做这种代志。这款的代志，只有上帝才做会出来。上帝甲咱拯救，对捆绑，甲咱拯救进入自由啊！迄个时阵，你唱歌大声还是细声？大声嘛，对了。要叫人唱歌大声，耶稣甲你救哦，有甲你救哦，有就大声啊！上帝，你今仔日若无你就无我，基督徒本色。上帝啊，若无你就无我，对吧？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是上帝拯救我们啊！上帝啊，若无你就无阮，然后后壁继续行，才讲到三天的代志。所以要三天进前，爱先想到主我袂堪，因为我本来是爱死的，我有啥物通互你救？所以你毋通叫去人讲阮孙呆呆啊啦，对无？恁孙呆呆呢？你几个孙头呆呆？上年传去一敢爱讲这对无？我毋是，即马毋是台湾的呆呆，是阁是美国的呆呆啊！哦，阮孙安怎？这些是重要还是次要的？次要的。基督徒终极一生，你在讲的就是一个见证。你看我，上帝甲我拯救，这个拯救毋是讲我对人无起来，我即马厝几间，乃是我是罪人，上帝要照着耶稣基督，互我甲会当和好。基督徒本色，毋是第一代了后，咱第几代咱就无要讲这个代志啊。安怎讲就是讲这个代志，因为咱随时，你知道你会沉沦在菜市场吗？会不会？会吗？真的吗？第10届讲什么？不可贪心。老板，他有我怎么没有？你上个学会啦，你掌声在那边，那是不是贪心？
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生活都没事啦。十诫有没有废掉？没有，你们今天还在读啊。读了以后呢，个人爱银拢写伫壁顶，听无吼？个人爱银拢记伫壁顶啦。你们唱都在那里啊，那关掉之后什么都没了。这首诗我真爱，做一个记号，摊起来。连讲你袂讲话的时阵，人就知影你爱倒一首，对无？威武不能屈，什么那句话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神学家说，流行不能跟。啊，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谈。当这点以色列百姓领受上帝的救赎，每一个人拢领受哦，每一个都从黑暗进入光明，所以他们唱歌赞美上帝，那个心是一致的，声音是大的。上帝若无你，就无我。这款深刻、深沉的这款的经验，伫你的性命，伫咱随时咱拢爱会记住，随时拢爱得到提醒。然后，接到伫西奈山，上帝甲伊立约。这个立约很好玩，你知道吗？哪里好玩？摩西十诫谁颁布的？谁？怎么说？摩西颁布10条诫命，对不对？第6诫是什么？我今天来拆台的。第6诫是什么？摩西跟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你要我颁布这个10诫，我帮你颁布9条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另外那一条叫亚伯拉罕去颁布，哪一条？2条，哪条？摩西杀人，对不对？摩西杀人，对不对？摩西出埃及之前就杀人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上帝让他颁布，第1诫、第2诫、第2条公条不可杀人，怎么办？那是你讲会出来没？各位同学，今天被棒子敲到了，对不对？摩西杀过人啊，他怎么有勇气要去颁布10诫？上帝会看见，上帝有怜悯，上帝担当伊的罪嘛。所以，当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，你经历过上帝的救赎，到了西乃山下，上帝讲：这，毋若是恁着爱守，而且我已经，毋若爱守，我阁互恁伫信心的中间，摩西知影伊的罪伫着下面。没有人会反抗。你今天讲10诫，牧师在跟你讲10诫的时候，你会可是，对不对？很多团契在讨论哪边什么做可以做什么，可是一大堆。但是你若伫迄个时阵，你当经过上帝的这个真清楚的救恩，那个活生生的救恩，你会说不要吗？你会跟牧师讲，牧师礼拜太早了啦。啊，可不可以怎样？可不可以怎样？不会。然后跳快一点，最后进入到迦南地，进入到迦南地之后，上帝给因规定哦，是用律法规定，你们收割田地的时候，不可割尽田角。意思就是讲，恁咧收割，恁以前咧旷野是过样啊，是精生的。然后恁进入迦南地了后，上帝分地，互因分。哦，恁就开始安定伫这个所在，好像是咱来到这个所在开始买厝，开始起厝，开始种植。种植了后，才会收成。头一组计数上好对无？上帝讲迄我的。你若是以色列百姓，你敢会含口？如果你领受，就你想到那些都是上帝给你的。
所以上帝讲，迄个残角，恁就爱留咧，留啥？留啥？啊？留啥？留互玉山新阿姨啦。出外人寄他的，上帝借着咱这受竞选的人，要互因得到帮助。所以我白甲你讲，因欠偌济，这是咱的责任，这是上帝互咱的命令，毋是你翘脚伫遐看恁欠偌济，我才想看觅我要互你偌济。你什么不是领受的？迄个时阵，以色列百姓敢讲我坏吗？当然，迄是一个律法。但是，咱若讲照即个律法的精神本身是真清楚，这个人经历过上帝，若无你就无我，若无你就无我。上帝啊，若没有你，我早就死在我的罪恶过犯。讲不完了，第二堂再讲，我不会讲一样的。电风扇没有插电会不会转？会的举手。会的举手。不会的举手。没有举手的举手。你们家没有电风扇的举手。想知道答案的举手。好，请你听第二场。所以。咱就进入上尾，请咱掀开圣诗584首。投影片。头一句就唱“至圣救主，罪人朋友啊”，什么人是你所救？软弱像我的人啊，是主你所救。假使你回去袂晓吟，你会当，请你买一本圣诗，一定爱买一本圣诗。有买你就爱查来。以早期，咱的先辈讲去做礼拜要摕2块砖仔有无？什么意思？圣经啊，圣诗摕2块砖仔，有没有意义？有意义啊！伊为了主。无咱即摆遮方便，但是因有咧派砖仔做礼拜，想要问因什么，因拢会晓回答的。啊，咱拢无派砖仔做礼拜，什么拢袂晓回答。因为投影片你看不到全部的歌词在这里。伊头一句讲到，至圣救主是罪人的朋友，我真一世人。你牵我的手，一世人要帮赞我来挖靠你。第二站，甲主交陪，永远有福气。是这家业这物件，拢失落去，也免看路。咱结连相通，哪求家己甲上帝结连做伙，有原是要挖靠你。头一句吟啥物？帮赞我来挖靠你。第二站吟。有原是挖靠你。第三节，伊讲一生拖磨，野生忧闷。救主伊到位，互我头好清近。受着主照顾，我心肝安稳。总是安怎？我安稳是因为我挖靠你啊。第四节，上帝所听的，伊就管教。所以有时忧闷，受着主的管教。检查咱家己伫咱人人者，上帝互咱拄着，毋是恶担当，上帝互咱拄着管教，也无亲，也无快乐，但是呢，我甘愿忍受，欢喜来降服，我决意要来挖靠你。所以当咱在讲到这艰难时，我决意要来挖靠你，不管这艰难是上帝的管教，或者是伫咱世间的谈判。我决意要来挖靠你。第五章同款，检菜行到市场的路站，路途光景毋好，死啊满布。但是呢，我得到主的安慰甲照顾。是安怎？你会得到主的安慰甲照顾？
因为我倚靠你。第6节，我若仰望天堂福气，甲主交通，拢免失志，吞忍听候，吞忍行上帝路，过埃及，进红海，拢无摇疑，专心要倚靠你。真水的一首诗，咱等下吟的时阵，用祈祷的心来吟。咱即摆来吟，好，诗情拍落去。你若转去，你袂晓吟，你会晓用读的。至诚朋友，至诚救主，随人朋友，软弱的人是你所救，尽一世人牵我的手，帮赞我来倚靠你。请咱起立来吟。至诚救主，做人朋友，软弱的人是你所救，尽一世人牵我的手，引我来倚靠你。喜乐的夜变欢喜，客人相逢那手感激，愿是我可怜，一心看我也先修文，救主保卫好我情根，修理教导心宽稳，拢是对我可怜。有时又问修理教导，也无情也无快乐，看我人生欢喜幸福，我意要我可怜，欠财行道是情路途，讲经好是也满步，得着救主安慰照顾，因为我可怜。我乃望天堂福气，他主高贵拢免失志，吞忍听候拢无摇疑，专心要我可怜。咱来祈祷。至诚救主，做人的愿望，天父上帝，阮无任何的好，得到你来竞选，是出于上帝你的怜悯，出于上帝你对阮的听。你也有缘，互阮伫即个世间行脚的日子，有物质会领受，总是主帮助阮。你真清楚启示你的真理伫圣经的中间，借着牧师的嘴，互阮明白。总是阮硬心，阮家己想家己对，用阮家己所认为的来想上帝你的真理。总是主，你有缘听阮，这个听是显明伫你对阮一摆搁一摆的吞忍，一摆搁一摆的教导。愿阮伫主的教导的中间，阮得到安慰；愿阮伫主的怜悯的中间，阮得到激励。
主啊，上帝若无你，就无阮；若无你，阮早就死伫阮的罪恶中间。靠主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坐。主请坐。这是我们来奉献。请起立，来念第4节。慈悲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阮献上阮的感恩，来照入你的旨意，来成做一切圣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今天我们很高兴，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。派蔡牧师前来分享，愿上帝祝福教会服侍的家庭，也请玉山神学院的诗歌为玉山神学院事工来代祷，来奉献。礼拜后有第2堂服侍的同工，请留下来服侍。4楼有聚会，收年团契，内容有百祥之事，来生命的见证，欢迎朋友们来参与。下午1点在4楼有召开小会，小会员来第一参加。5月24日礼拜3上午10点，在教会3楼有新眼光查经班。5月27日礼拜6，参加中会妇女事工部南区联谊的弟兄姐妹们，要搭福音车的，请在当日9点10分来教会集合。自行前往者在10点抵达新泰教会。地址有写在上面。第4，本会与土城教会合办儿童英语夏令营活动，日期在7月10号到7月14号，上午9点到下午4点，地点在土城长老教会。
国小1年级到6年级，报名费2400块，教会补助一半，清寒的报名费300块。我们有5位小朋友，线上报名网址看在LINE里面有。报名费交给王文玉校长，还有施敏长老。中会传道部定于6月10号礼拜六上午9点，在大道城教会举办进阶长职训练会，邀请董家华牧师前来分享主题：21世纪使命门徒，请长职同工在LINE群组里面踊跃的来报名，5月28号为止。圣经的填充题议事帖3到8章，3章到8章，还有议事帖9章到10章，诗篇的1章到1篇到5篇。本周的寿星，5月19号宝春节，5月23号众圣，27号颂典，还有承恩。有在的寿星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请坐。愿上帝祝福，日日蒙恩得福。同心代祷，牧师庄牧师。好，咱这是起立，为着咱所报告、咱所关心的代志，咱开声开嘴，同心来祈祷。咱只出声开嘴来祈祷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疼，感谢你的恩典。我们当三个主持伫你面前，特别今仔日玉山新人的奉献主日，也透过蔡牧师的嘴，我伫遮对你的话来得到帮赞，得到激励，可你会当互咱更加明白基督徒的本色，为着遮来尽忠，为着你的名来高举，来宣扬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也伫遮为着阮的教会的需要，阮献上对你的求祷。特别，阮伫遮敲找阮的礼拜堂，主可以为着阮所敲找，会当适合伫阮正信徒，特别伫你的圣殿，伫遐领受上帝你的带领看过，伫遐来造就引传帮赞坚固，无伫阮的信。伫遐来宣扬福音，互更较侪人来归应你。主，阮教会伫遮所推动的 RPG 的祈祷，我已经有一段落。总之，阮伫遮也恳求你，互阮伫祈祷的中间，更加来体会甲上帝你中间的结连，甲上帝你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。伫祈祷的中间，不但当为着阮本身，为着阮的教会，为着阮兄弟姊妹，阮所需要，阮来献上阮对你的求祷。主，可以也特别甲阮三个弟弟。做新版希望教会开拓时间，可能你也甲詹牧师正信徒三个弟弟，特别阮也为着阮遮出外当兵遮兄弟姊妹，无论伫因的出入内外，拢得到你的看顾；出内外，拢伫你的保守中来得到平安。看顾主的手，也放伫因的身上。特别身躯病痛的，主可以也从你的圣手伫遐来辅助。医治甲帮赞，特别阮知顶礼拜我有侪人伫遐确诊，所以由阮伫遮来恢复。可你也特别互阮伫即个身躯的健康更加得到帮赞，伫你的看顾甲保守，伫医治的顶面，互阮会当得到全然，会得到医治，互阮会当
伫整个阮面对即个 COVID-19 的最后，犹原会当伫上帝你的看顾中来领受你搁较大的恩典。主可以特别甲阮送较伫地，特别阮知影，迄个喙交者，伊为出费伫遐来伫遐来治疗复健，可能特别从你的圣手医治帮赞伫伊的心上，以真伊的教师考试，主可能特别甲伊送较伫地，为领受你上帝搁较大的恩典，就慢慢伫伊的心上。互伊来通过即个考验，互伊来成做正式迄个老师。莅临的大学，主可能特别为着伊即个大学考试，也得到你的帮赞甲看顾。阮兄弟姊妹中间的需要，阮伫遐常常对你的求讨，伫阮的需要顶面，阮常常伫遮举手祈祷。主当阮祈祷的时，可能你听阮的祈祷。伫祈祷中，可能你心领基事。显明伫阮的生活甲生命中，主阮将即项也完全交托伫你的手。阮大祷的对象，主可能也特别伫阮祈祷的中间来领受你我大的恩典。伫大祷的顶面，更加看去上帝你怎样施恩怜悯伫阮祈祷的手的顶面，互阮来领受到上帝你新的基事伫阮的中间。过来一摆，阮将阮本身阮兄弟姊妹对你的求讨。甲阮所需要一切完全摆列伫你面前，可能祝福满满伫阮每一位的身上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颂龙389、398。我人求主耶稣基督的名恩典慈悲，天父上帝小事大好，挑咱亲像家里，挑咱亲像家里，真情观念甲咱感动，带咱心内，三位一体甲咱相同，只是甲万世代，只是甲万世代。阿门。请蔡牧师来主导。将今仔日的礼拜，诚做学乐甲感谢的祭，献到伫圣父上帝面前，将一切荣光归伫圣囝上帝，也愿圣神上帝赐落真实的平安甲安慰、智慧甲勇气，伫恁中间，囡仔听伊的话，搁细而巧安尼去行人的身上，对接入去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。